咱台湾外交替代役林瑞祥涉嫌伫咧网络卖毒品去互美国掠走，判30年的徒刑。英国首相史凯尔访问中国，并经济合作，说互在野党骗想，干那早六不富的翁仔转来尔尔。利比亚的精领袖格达费后生赛义夫传出伫咧徛街，互人开枪弹死，直到53岁。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新闻头起先来看一件台湾人去互美国的法院判刑的案件。林瑞祥一直咧做外交替代役期间，涉嫌伫咧网络卖超过1吨的毒品，通甲油洗洗，去互 FBI 锁定。后来伊过境美国时去互掠起来，纽约的法院即摆是甲重判30年的徒刑。讲出认同的英文，捌是外交替代役的林瑞祥，派驻友邦圣路西亚护役，就伫退伍进前请假过境美国，突然互执法机关查落来，佮互扣上卖毒罪名。这个案经过纽约联邦法院审理，伫美东时间初3宣判，以混销毒品定罪，重判30年徒刑，出监了后，各受5年监管，也没收9亿美金资产。我觉得法官考量到这次的犯罪规模可能是影响层面很大。加上毒品芬太尼本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正在打击的重点犯罪，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狱后监督5年，可能在居住地或者是工作上的选择，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这个要求。19-20多岁，化成非法电商，伫暗网主导毒品交易平台无痕市场，促成64万被超过1吨的毒品买卖，影响数十万家庭。更较卖掺有毒品芬太尼的药品，造成至少1人死亡。那安尼，根据法定文件，林瑞祥也奉押出偷摕用户存款，故意公布告知作为手段向用户恐吓讨钱。林瑞祥伫海外方判刑，北检由员继续调查，也已经对伊发布通缉。不过后手的相关侦办监视向美国联系，调出案件资料。北检回应由承办检察官看案件侦办需要来处理。那这个人还是要回到台湾啊？那台湾他刑法效力急啊，他本来就是在台湾犯罪啊，你还是要对他侦查起诉啊，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啊，你要很积极的跟美国作为一个刑事司法的互助了。林瑞祥犯下万国公罪，将来警方回台，一定面临咱国司法机关的侦查甲审理。不过专案甲泰铢集团案，连续2个案件，拢伫美国记关了后，咱国才掌握。或者近期是新型科技的跨国犯罪愈来愈猖狂，加上所谓货币流通，定变做洗钱管道，相关单位爱重视，历来爱提升科技侦查量能，对外强化国际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苗栗有一个查甫人，哪像是因为甲人借手机借无成，就举刀乱扫，引起惊吓，甚至佫举刀甲警察扑。后来警方开2枪甲阻止，嫌犯着枪了后救无转来。外界质疑这警方用枪的时机，不过苗栗县府甲警政署拢强调合法，是正当防卫行为。这个人手举刀警察要来抓伊，该喷咸姜水了后，伊情绪真激动，为顶脚撞出来攻击警察。你看到我手啊啦！哦。另外一个警察甲嫌犯开2枪，一枪拍到伊的胸坎，另外一枪拍到来斗相共一个55岁姓罗的民众伊的倒手，伊当场是疼甲大声哀。代志发生伫咧苗栗市南苗市场，初时早起7点45分，警方接到通报，嫌犯哪像共借手机借无，装夹刀伫咧菜市行来行去，互众人真惊吓。他就拿刀子就刺警察了啊！然后我们有三个民众帮忙把他压着啊，然后警察又有开枪啊。中信嫌犯就是在这边被远警喷辣椒水，后来情绪相当激动，跑进骑楼绕了一圈之后，出来在这边与远警发生扭打，并且持刀攻击远警，最后是被警方开枪制止。这个嫌犯中1枪，抢救了后又是不幸死亡。警方表示，苏当时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而且7年前伊就捌有举刀共伤害前科。因若受到攻击的警察是今年31岁姓朱的警察，伊的倒边下头有7公分的空喙，头壳的空喙有10公分。而且头壳骨有闭起，不过有3个民众来斗相共压制嫌犯的情形之下，警察也是近距离开枪，互民众着枪。用枪的时机敢是爱检讨。苗栗县长张东锦甲警政署长张永新2个人拢公开甲警察相挺，强调有符合警械使用条例的规定，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
认为警察局也好，我们当场处理的警员也好，他们的行为是恰当的。嫌犯的这个攻击同仁的这个行为，我想这个第一时间使用警戒，我们警政署也是支持的这个态度。热心的民众罗先生表示，迄当阵伊就知影家己的手着枪，不过伊并无怪警察，就不小心误伤到我了，就这样子啊。没有那个警察可能会被刺到大动脉之类的啊，眼睛啊，这都是重伤害了。苗栗县府讲，受伤的警察开刀了后，要伫咧家护病房观察。这个细路的民众，伊的医药费，县府会专家负担。因若嫌犯犯案的动机，警方也当伫咧调查。苗栗地检署已经有指派防范危害公众攻击应变小组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今仔日提名屏东县长张春美，佮平湖县长陈光福来争取连任。也若新北市的部分，民进党是再度推派苏卡辉，国民党也搁咧瞧，毋过有风声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可能会请示来拼选战。也民众党的部分是决定要派黄国昌出来选。周春米县长系竞选背带。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赖清德为两个候选人徛台。民进党为2026年地方的大选来布局，测试提名屏东县长周春美加平湖县长陈光福竞选连任。柔性治理的周春米县长与务实治理的陈光复县长，他们优异的县政表现，绝对能够继续为屏东、为澎湖带来进步。因若新北市长的选战，绿营早就决定由苏卡辉出马，南营的人选要持续协调。有风声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过年进前就会宣布请示来拼选战。因若民众党是正式宣布定调黄国昌参选新北市长，拄好黄国昌参加活动，写春啊写饮马冰川，嘛引起大家联想。没有啦，新年喜气哦，写春联不要有太多政治联想啦。那对于川博他任何的决定啊，身为政坛晚辈的我，都是满满的祝福。啊，要过年啊，考虑我的心情好不好？针对黄国昌顶一日讲，对2026年选战的布局，在野党上大战略的目标，就是选调高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嘛认为，南北一定要合作，在高雄才有机会拍赢选战。从头到尾，我都是认为蓝白一定要合，因为要面临这个高雄这么大的一个绿营盘势，唯有在野党大家合作团结，才有机会打赢胜仗。任何的政治人物想要以政治分赃、政治利益来思考高雄的未来，这些作为都不会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现在台中市长的竞争嘛受到关注，因为目前也无一个结果，引起基层的焦虑。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早起陪同台中市长罗秀燕视察国关，访问到人选的问题时阵，罗秀燕甲党中央话讲，爱愈紧愈好，越快越好，事不宜迟。我们也期待党中央能够发挥智慧，让大家不要忧心，我们赶快结束这种不确定。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欣顺认为讲，即卖局面众人已经看较细啊，伫互相竞争决定什么人参选进前，应该优先考虑台中市民相关的利益，这是市民所期待的。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首相已经8年无去中国访问啊。这回英国首相施凯尔访问中国，伊强调讲，这抓去就是要甲中国建立合作，为英国来打造经济利益。亲像威士忌关税为10%调降到5%，佮有内部部要伫咧伦敦设总部等等。不过施凯尔嘛，搁再批评讲，进前保守党的政府拢无去访问中国。袂输是倒脚，这消极的政策，强调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若是无去接触，或者是处理无好势，就是失职。不过，这话却去互在野党甲拄转来，批评讲这施凯尔伤过软正、眼光浅，除了这内部部的红仔转来以外，其他啥物代志是拢敲袂出一个结果。中国无拍算要甲雷智英放走。无讲要停止网络攻击，嘛无答应讲袂阁支持罗西亚拍乌克兰，敢若展现家己的经济实力，对英国是软土深骨。在野党阁提醒施凯尔讲，伊早顿来内部红仔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真有可能已经互人安装偷听的设备。英国首相过8年的访问中国之行，引发国内外舆论是完全无同的看法。
史凯尔车里伫下议院发表谈话，伊批评保守党政府连续3个首相无访问中国，根本就是闪避的政策。也乃伊此行是互英国的出口加路铺好平。In total, we secured £2.3 billion in market access wins, including for financial services, £2.2 billion in export deals for British companie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worth of new investments. 史凯尔搁再讲，加中国建立密切合作，互英国经济从中得到利益，并且指出伊清楚认知北京当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会坚定不移来保障人民的安全。也若保守党党魁巴登诺克对史凯尔所讲的是真无认同，批评史凯尔对中国采取软正而且僭建的做法，也考说伊一抓除了加辣布布的切头红啊炸弹啊以外，其他拢无收获。The Prime Minister looked like he enjoyed his trip. In fact, it looked like a dream come true for a man who was virtually a communist most of his life. But apart from the... Mr. Speaker, apart from the Labubu doll in his suitcase, and I hope he's checked it for bugs, he has come back with next to nothing. 史凯尔搁再讲到，伊有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伊团媒创办人雷地英的案件，并且要求帮人，也讨论新疆甲西藏人权的问题，甲台湾的问题，也请中国发挥影响力，和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停火。对此，巴登诺克也提出质疑。What did his trip achieve for Jimmy Lai? Nothing. Did China promise to stop fueling Putin's war machine in Ukraine? Doesn't sound like it. What did this trip achieve for the Uyghurs who are being enslaved? Absolutely nothing. Have China agreed to stop their relentless cyber attacks? Have they? We all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 showed its strength and Britain was pushed around, literally. 巴登诺克要用真大的间谍据点来讲，伦敦市中心即要出现的中国超级大使馆，伊考说讲，首相也未坐上飞机就已经先缴赎金了。港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进前才答应美国要暂停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即马却反挑伫咧北约秘书长访问基辅时，发动今年上大规模的空袭。风声讲，乌克兰已经甲西方国家讲好势啊，若准罗西亚又搁违反停火协议，安尼欧美国家就会以军事行动来回应。罗西亚伫寒冷的时阵发动空袭，几乎足侪主体、学校、能源设施拢互破坏，千外栋公寓拢无烧起。根据乌克兰空军的讲法，罗西亚用71粒飞弹加45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地居民伫咧困的时阵，互爆炸声惊精神。即马受到要是会惊，好甲在处理的4大人拢逃过一劫，不过对未来要是足无望的。Закладені були вуха від удару, я нічого не чула. Дитина була в коридорі, і я коли зайшла сюди в кімнату, от ви це бачите,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顶倒是这场攻击发生的时阵，北约秘书长李德当咧基辅访问，甚至就爱伫空袭警报当中探访防bom害去的发电厂。这个正前美国总统 Trump 讲的，罗西亚总统普丁同伊的寒冷停火是完全无同。而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讲，罗西亚又搁欺骗国际社会，利用美国当时的停火冷棒、欠炸药，随发动新纪录的飞弹攻击，根本就是无要用外交方法解决冲突。На час дипломатії і такої холодної зимової погоди при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Було прохання особисто від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Ми бачимо, що Росія на це прохання відповіла рекордом балістики. Неповних 4 дні минуло з тижня, про які Росію просили. 也若停火协议失去共识，川表示真遗憾。不过嘛，坦白讲，对普丁的行为是一点仔拢无意外。伊嘛强调，虽讲干那短短一礼拜停火，不过会当减少伤亡，总是好代志。It was Sunday to Sunday, and it opened up, and he hit him hard last night. No, he agreed. He kept his word on that. It's a lot. You know, 1 week is we'll take anything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cold over there. 就伫咧美国、罗西亚、乌克兰三方伫咧阿布达比举行第2摆的和平会谈进前，传出乌克兰甲西方国家达成共识，若是罗西亚伫咧未来任何停火协议当中出现持续性违规行为，会有欧洲甲美国的协调军事回应。公视新闻，戴维仁编译。
利比亚前领袖戈达费后生赛义夫传出伫咧徛街，互人开枪弹死，直到53岁。因若目前嫌犯的身份是抑阁爱厘清。赛义夫的办公室初三发表声明，讲伊伫甲4名拢伫徛街枪手直接对抗的时不幸死亡。利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怀疑上检确定赛义夫是伫枪伤，目前当努力确定嫌犯的身份。赛义夫捌是利比亚上有权势人物之一，透过伦敦政经学院，研究领导伫父亲戈达费独裁统治的10多年中，伊虽然无官职，毋过掌握政策方向，佮参与高层外交事务。嘛主导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谈判，也为1988年洛克比空难罹难者家属协商赔偿，互西方看作是温和派会当对话的改革者，也是戈达费潜在的接班人。伊捌伫2006年访问台湾，会见迄当时总统陈水扁，推动双方合适办事处。毋过，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扫过利比亚民众示威反对戈达费政权的时，赛义夫虽徛伫家族势力这一边，主导镇压行动。伊公开警告会战到最后一人，互国家回老成福。形象真经害了，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就安尼对伊发出逮捕令。赛义夫2012年伫亨利亚，2015年伫首都迪利波里被判死刑。2017年，关押赛义夫的西部武装团体宣布将伊特赦佮释放，不过这项特赦并无得到全国承认，也无改变国际刑事法院对伊的通缉。2021年，赛义夫突然登记参选总统，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大选将期尾无限期延期。公司新闻收会中编译。法国的检察官青衫去敲 X 平台伫巴黎的办公室，佮要求头家马斯克就要接受讯问，因为马斯克伊所开发的开讲机器人牵涉到产生未成年性影像等问题，互人检举。不过 X 平台发文网佮批评讲，这是无影无证的指控，根本是政治攻击。法国检察官真大动作来搜查社群平台 X 位伫巴黎办公室，并且已经发出传票，要求 X 头家，也就是大好野人马斯克到现场接受讯问。由马斯克开发的开讲机器人 Grok， 对2023年底开始提供予 X 平台用户免费也是付费来使用。伊的功能有图片也有影片的生成，不过因为可能牵涉持有儿童色情的影像，提供也是制作未成年人有一寡无穿衫的图片。甚至是利用深假色情技术制作虚假的色情作品，这问题互检举。虽然 X 平台批评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属政治攻击，不过后面也对此展开调查，并且讲若属实，而且无做出任何实质改善，因此违反后面的所谓服务法，相关的消防处全球年营业额600罚款。In Europe, no company will make money by violating our fundamental rights. One will argue that X has limited this to premium subscribers. Let's be very clear,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is not a premium privilege. 亚那网络社群使用限制，澳洲伫去年12月立法，并且头一个实施，禁止部分16岁青少年使用 IG、TikTok、YouTube 也有 X 这10大社群平台。其他国家亲像马来西亚、丹麦、挪威甲法国也缀咧安尼做。即阵西班牙也要来发出禁令咯。Spain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6. Platforms will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ge verification systems, not just checkboxes, but real barriers that work. 根据路透社报道，希腊也正伫建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而且可能就伫最近来宣布。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菲律宾开发一个以洪灾做主题的岛仔耍，互大人甲囡仔会当透过伊的过程来了解拄到无共灾害应该安怎应对。政府即摆嘛拍算要甲即项岛仔耍变作教材，来强化学生囡仔的防灾意识。恁是巴豆啊刷记忆，看会走到倒一步。这套防灾大书倒译参考大富翁地产大亨，和算家透过牌卡看家己会碰到啥物天灾人祸，而且抽到牌的算家嘛，就爱按照指示比出动作，互大家当伫算的时阵掌握救命的知识。Gagamitin to kapag daw nagkaroon ng pagyanig ng lupa, sunog at bagyo.
这套桌椅由亚洲社会进步与永续转型协会 ASSIST 所开发，负责人回想2013年海洋风台升腾菲律宾中部，造成几千人罹难，互因产生预告遗落和防灾意识向下定根的灵感。ASSIST 咨询风台水灾甲地动的专家，用6天开发出这款互动性真高的桌椅。Gamifies this training so that kids in particular are very eager to participate. I mean, if you were to ask these kids who wants to join a disaster training program, I don't think a lot will volunteer. But if you say who wants to play a game on disaster resiliency, they would all be eager to learn. 参与的学生嘛，对这套桌椅非常的肯定。Ma'am, nag-enjoy po ako sa game kasi po habang nag-i-start po, marami po akong knowledge na natututunan kasi minsan nakakalimot po tayo dun sa mismong dapat bang ano pa yung dapat gawin natin when it comes sa mga disaster po na nangyayari sa paligid po natin. 洪灾大师收集的灾害除了地动、风台、水灾，嘛加入崩山、干旱、甲热流等等气候变迁的灾害情景，目前已经制作超过1万套游戏，分到全国各地教育机构，和干那教会囡仔们当伫游戏当中掌握洪灾知识。Because it's like the game is community building itself. Magkakasama sila, nilalaro nila, nagko-communicate sila, nagsa-strategize sila. So that's a very good approach for the children. Kapag nilagay mo na sila sa totoong buhay, sa totoong nangyayaring kalamidad. 菲律宾位伫环太平洋地动带，而且每年夏季平均就要受到20个风台侵袭。随着气候变迁的效应增强，常常会遭受到落雨做大水，也是干旱。根据2016年气候风险指数，过去20年内，极端天气事件已经造成菲律宾至少27500万人罹难，经济损失达到350亿美金。使人烦恼的是，菲律宾无甲一半的民众参加过洪灾演习，也是穿好急救包。这套桌椅已经引起菲律宾政府的关注，嘛伫市内举办试算的活动，通做日后推广计划参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哥伦比亚古城以马车观光出名，不过去年底政府以防止虐待动物、有发展电动车做理由，禁止业者各用马车来载人客。这项政策公布了后，嘛引起相关业者的不满。伫街路马车来来去去，白马加白色的马，加车手有力，伫城市来回走动，互规个城市的气氛变甲足轻松。不过，即马为了推动绿色旅游，甲保护文化遗产，哥伦比亚出名的古城卡塔赫纳市市长宣布，为2025年12月29开始，禁止观光业者做马车的生意，政令都公布马车业者随抗议。 somos vulnerados porque esta es nuestra fuente de trabajo. Nosotros llevamos el peso de alimentar a 2 caballos diarios, que ese tiene un valor de 70-80 mil pesos, más alimentar a la familia nosotros. Entonces, ¿qué te digo? Estamos totalmente en un 100% perjudicados en esta situación. 卡塔赫纳市的古城区有一个出名的所在，叫做圣菲利佩城堡，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防御设施。当地为着保存殖民时期的建筑，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当地古早味的街路、足水的建筑，还阁有马车载游客四界佚佗，拢予这游客足享受。不过，观光业者用马车招人客，说予动物权益保护人士骂讲，这款做法会予马仔受伤、承受压力、兼过劳。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市长涂瓦伊表示会用电动马车来代替传统的马车，而且还有法令禁止以任何目的伫有100万人的历史古城区使用马车。不过，在地传统马车业者对这个政令是足反抗的，认为马车产业早就接受监管，用来改善动物福利，业者阁足无欢喜的。 认为实施新的政策的时阵，无征求因的同意。Explicado, en ninguna empresa ya aceptan una persona de esta edad. Entonces el alcalde tiene que tener en cuenta que el desplazamiento que está haciendo conmigo y con todos mis compañeros en la afectación que nos va a dejar sin trabajo para alimentar a toda la familia que tenemos cada uno. Somos 400 familias dependiendo directa e indirectamente de este negocio.
事实上，哥伦比亚国会过去足侪摆针对禁止用动物诱车法案进行讨论，认为用动物来诱车是虐待动物，不过拢无正式通过法案。即马卡塔赫纳市直接公布新的政策，要拼全球头一个用电动车取代马车的观光城市。市长嘛因讲会甲马车驾驶找新的头路。公视新闻，但是董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